波，黑色波，黑色波，黑色開波。右邊啊，右邊。係，咁啊收落去，咁啊收落去，係 good。記住個波而家喺呢邊，迪橋同埋阿管喐就收過嚟，收過嚟，收過嚟。好嘢，對得2打1。X 先 ，X 先，一陣 call 你11，X 先。死波，佢死波，揾人，揾人。唔使兩個，舉直得啦 ，good good。好，口力，口力，駁腳，駁腳，嚟啦，係啦 ，good， 退晒。睇線，啊 ，sorry， 錯。開波！拉大個距離。救佢啦，迪橋！係落晒位先，等落晒位先。望下人 ，high low pose 啊，下邊啊！喂，阿 Rocky 啊，你唔係攞到個波，淨係識鏟籃，你要識得俾波，人哋收落去，你咪有位可以射咯。再嚟猜過，等埋人。邊個識對面識？會擋人㗎。11。rebound， 中間係啦。快咗一球！好波啊！係啊！手波！
3秒，唔係啊，3秒為例啊，3秒為例啊，3秒為例啊。換啦。時間4分半。唔好原地拍波得唔得？你有冇聽清楚我話睇線嘅？咁點解你成日匿入去啊？你匿入去你唔好打啊！哇！要就你。個波而家喺右左，喺你哋嘅右邊啊！你要拉過去啊！好多小奇，犯規。底線批，望底啊！射俾出面。頂住！喂，講啊！個波而家喺右邊，挨過去，收落去，阿高手。5秒。卡神，個波喺嗰邊開底線，你唔使追出去嘅，有人 set 擋。點頭，走，邊個上？甩咗邊先啦，第一下。挨過去，高手收落去，走晒，箭頭右邊直橋，係 good， 行咗翻去先，平哥，犯規，啊，敬情，飛啊，好熱，直接擋。2打1，望。3打2。時間1分鐘。俾得啦，係，再甩，再轉，秒。
企位啊，夠鐘，第二節完。先講第一個問題先，我哋守人哋開底線，我哋個波喺呢度。好啦，我大概冇記錯，佢會喺呢度 set 個檔，跟住大我當啦，大家咁樣殺。卡神，你係唔使咁樣繞住個檔走㗎，因為點解啊？呢度有冇人啊？而家呢度有冇人頂咗佢啊？有，咁咪坐住佢咯。我想問，你跟晒過去，咁而家2-1就崩咗個角咯。如果佢要睇呢一度有一隻入嚟，啱咪輸呢一隻啊？係咪啊？所以我而家問，我當你冇可能守晒咁多個人啊！我當你冇可能守晒咁多個人。呢個係咪叫最遠先？我當呢度有人，你俾呢一個邊個嚟啊？OK， 得唔緊要，我當 Anson 頂住咗你照交。其實個位都係你出㗎，所以你喺呢度出係冇用嘅，你係會多事咗。而家嚴格嚟講，其實 Anson 一個手，咁你咪即係話你冇嘢做，咁你咪專心幫人咯。咁好啦，你咪放心叫人哋追咯，收咯，仲有一個再入嚟，你咪頂住佢咯。呢個係第一個問題。我哋每次嘅2打1係把握唔到，點解？好啦，溝咗啦，跟住我叫你跑咯喎。OK， 你呢個距離俾呢度入閘，我就當你推啦，喺呢度俾佢。其實佢一個環球一個轉身已經追得翻佢。你自己諗下先。打籃球空間，如果而家喺呢度，你攞，你係要。試下少咁樣你都要少收佢。咁去到最尾個畫面應該我會見到係咁樣。咁好啦，可能佢喺，因為你呢一下咁樣走攬路好似佢係要呢一個位去 stop 你。如果佢埋到嚟呢一下，你呢度俾，基本上佢要走三倍嘅頭先嘅量個距離，佢先能夠追到你呢一下嘅上籃。正常嚟講係會入嘅。會係好似頭先咁樣，你俾人頂住咗啦。另外好似你卡神你又射唔入個波啦，俾人突然間干擾咗下啦，係咪 ？OK， 係得。人哋都係頭先。